今伫咧南部这边，伫咧网络顶，有查到有人写讲12月25，要伫咧高雄车头发动女恐怖事件，这是引起众人惊吓。目前是有抓到一个转刊文章的这嫌犯，这问回了是以5万块来交保。好，来可以走。嫌犯和调查局人员锁登去，台北随机攻击事件发生了后，有网友以越南 IP 发文讲，二哥要伫高雄车站发动更加大事件，文章互侪人转传。检调20锁定其中一名以新办的户头号码转传文章的姓陈嫌犯，具体到案，并且继续追查原始的发文者。台湾高等检察署为避免恐怖攻击事件发生，责成全国各地检署成立应变小组。本署与辖区检调联等单位成立联系平台，以预防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姓陈嫌犯被认定涉犯恐吓公众者罪嫌，审问了后以5万交保。为了强化治安，原本透早就情况的高雄站下面的空场代替明年也为连接空场的电扶梯加装管制门。目前就是软性的管制加上我们的保全形式。那我们希望说，明年度能把这个硬式管制门把它专设完成。恐吓文章引发惊吓，刑事局强调，网络发文拢有数位记录，会针对恐吓社会言论启动侦办，绝对袂原谅。今日高雄圣诞新华节这大型的活动，这2天也4个人看到巡逻警察，警方甚至出动空袭机对上空来掌握人流数量甲现场的状况。警察局、经发局以及捷运局等相关市府单位有成立联合指挥平台，我们会全面做人流、车流的监控，并机动来做警力的部署，还有调派。还是会注意一下，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什么人群有在奔跑什么，还是要小心一点。随机攻击案件，互人民警觉性提悬。那高雄有游客20伫台南美术馆旅馆看到不明的烟雾，馆方甲当地人澄清，水雾是日本木雕艺术家的地景艺术作品，开馆日都会定时来释放烟雾。不过，若是经过人看袂清楚，就会随停止。记者综合报道。